大捐血，人生第2次捐血，第一次咧係剛剛18歲，當時咧係後生勉強啦，俾你過啦，但其實我唔好重嘅。但係今次咧42 kg 啱啱好，今日9斤8，而家填啲資料先。捉手指少少痛下。喺嗰邊啊，等可能準備身份證。同數14.1，合格可以捐血。關後邊得㗎啦。感謝大師兄。啲視頻嚟㗎呢個。係啊。耶！一切順利，一切順利。感謝。金正芬，今次咧算係第3次嚟捐血，係 A 加，係啦，1999年一次啦，2007年一次啦，今日第3次。不過今日我捐唔到住先啊，因為今日咧捐唔到住先啊，因為咧就係呢個前日做咗個甲狀腺嘅抽針，本來就話咧要等埋個報告100%係安全啦，先至會俾我捐血啦，即係保障大家啦，係啦，血 touch wood 唔會有任何嘅，唔會生咗我爆血啊，等多幾日啦。下一次再過嚟嘅時候，我又要再篤多次手指，呢個手指都有啲痛㗎都。